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創世記2章24節。你或者已經聽過呢一節經文好多次啦。如果我哋認為成為一體係同性關係有關嘅話，咁樣原文嘅希伯來動詞其實唔係呢一個意思。聯合呢個字同黏貼有關，係固守或者係依附嘅意思。佢係一個被動回應嘅動詞，最適用於形容將嘢黏喺一齊，例如濕泥塊黏喺一齊，或者緊連鱷魚嘅鱗片，而非有性意味嘅激情、擁抱同情慾親密嘅舉動。聯合被用嚟描述人與人之間友善或敵對，好似拉班同雅各嘅關係啦；可以描述同性之間嘅關係，例如盧德同拿俄米。智慧書中佢同愛並列，同時亦都用嚟描述以色列同耶和華神嘅關係。聯合廣泛嘅應用範圍，話俾我哋知一件重要嘅事。佢唔帶住我哋以為嘅感情、情慾同激情嘅意思，佢嘅意義係關乎刻意嘅委身。即使用喺敵對嘅情況，佢亦都係關於堅強、仔細思量之後嘅情緒，唔係形容激情嘅愛，而係刻意委身嘅選擇。盧德、拉班同箴言中嘅男子都唔係以強烈嘅感情作出抉擇，耶和華神亦都唔係。神對以色列嘅揀選係一份刻意、經過思量、永久嘅關係。呢個就係黏合嘅終極典範。輪到婚姻，呢度係用聯合呢一個字，而並非因為愛與某人結合嘅動詞戀慕。因為婚姻乃是刻意要與人黏合喺一齊嘅委身，唔係本着情感、身體或者係心理嘅吸引，同一個人嘅感覺如何冇關係。呢個係點解喺摩西五經，婚姻可以由家人安排，新娘同新郎唔需要先有互動。婚姻係一個立約嘅行動。喺我哋一般對婚姻嘅種種睇法當中，所有嗰啲對愛嘅表彰同推送，其實並非最重要嘅。最重要嘅係刻意要與人黏合喺一齊，係一種刻意嘅委身。